近日媒體報道一名濟南嘅女子被男朋友殺害，遺體存放喺殯儀館等待案件處理，家屬居然俾殯儀館索要38萬天價屍體保存費，連個兇手都執行死刑入土為安啦，受害人仲係一直冇辦法落葬。經輿論發酵之後呢，殯儀館先協商到12萬，後來全部免單，一筆勾銷。唔係呢個新聞我都唔知，原來保存一條鹹魚要收2嚿水一日咁揦脷。我活喺呢個世界上面，一日都未必賺得到200，諗唔到原來人一死即刻會切換地府物價。我自己出差住酒店都係150蚊晚咋，好多青旅都係40-50蚊晚個床位咋。坤哥話唔同㗎大佬，空調唔一樣啊，你以為貴就等於豪華㗎？壟斷啊，你又懂不懂啊？阿禪話人都死咗仲要俾人斬多刀，死咗都要俾人搶劫，真係無良咯。話成本大於200蚊一日嘅嗰啲，明顯係冇食過雪條啦。所以殯葬啊真係暴利啊，都話最好賺就係死人錢㗎啦。而家養老殯葬都係朝陽行業，而且社會老齡化加劇，接下來半個世紀肯定都係上升期嘅支柱產業啊。殯儀館呢真係夠晒霸道同埋荒唐啦，同家屬簽訂嘅協議寫明自己有權調整冷床格位，組合櫃啊50蚊日，單人單間200，差成4倍。一概佢同你按最高標準計。殯儀館話咁國有國法，行有行規㗎。你以為個個家屬都識上網發聲㗎？我哋賺嘅本來就係信息差，鬼叫本地全網得我一間，仲有黃馬褂嘅，你咬我食啊！其次，刑事案件嘅家屬本來就唔可以隨便處理屍體先。根據公安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嘅219條，已查明死因無需繼續保存嘅屍體，應該通知家屬領回處理。公安你話口頭通知過㗎啦，但係你又冇證據證明喎，咁同耍流氓有咩分別啊？另外關於死亡證明呢，我想講多啲。坤哥問我點解死咗都要證明啊？同當年銀行要求你證明你阿媽係你阿媽有咩分別啊？其實死亡證明呢係用嚟證明死因嘅，唔係用嚟證明死咗未嘅。我國只存在2種死亡證明。一個咧就係醫院簽發嘅死亡醫學證明推斷書，嗱，醫院咧都只夠膽同你寫推斷嘅咋嚇。另外一個咧就係非正常死亡，唔係刑事案件就一定係非正常死亡嘅。假如仲有得搶救先送醫院再死亡咧，死亡證都係醫院出㗎。假如死到透晒，法老王啊、木乃伊啊呢一種現場直接 call 殯儀車接走嘅，咁出死亡證明咧就係由阿叔叔出啦。但係叔叔一般咧都唔夠膽直接寫明死因嘅。嗱，你諗下，連醫院都係寫推斷書啫嘛。因為死因咧佢係一個複雜嘅問題，需要法院判決確定。我辦理唔少保險公司拒賠案件咧，就經常俾保險公司用呢一招卡 bug。所以通常刑事案件包括交通事故在內咧，偵察結束喺判決之前提前要處理屍體咧，叔叔都會出翻一個叫做屍體處理通知書嘅嘢俾家屬。呢個唔係死亡證明啊嚇！家屬咧憑住呢個通知書係可以去殯儀館領取遺體、辦理火化、燒戶等等嘅手續㗎。判決生效之前，叔叔係大條道理唔開死亡證明過你㗎。但係本案連被告人都執行死刑啦，咁都出唔到，就真係離咗個大譜啊！充分暴露出基層單位嘅專業水平啊！最後我想講，刑事案件辦案過程中產生嘅費用，本來就係司法成本，由國家財政即係阿爺埋單。你有冇聽過阿 Sir 辦理刑事案件問你攞錢啊？嗱，話有嘅嗰啲朋友啊，我哋明顯講緊唔係同一樣嘢。所以呢件事咧唔係免單就可以解決㗎，應該要有幾個臨時工孭飛先啱㗎。放任呢一種沒有代價的違法繼續發生，受害嘅最後都係我哋啊！關注我係江律師，你會幸福㗎。